香港醫院嘅護理員月薪有成2萬蚊，係咪呃人嘅呢？前幾日我先走咗幾間醫院去了解情況，3間入面有2間護工平均收入超過2萬，另外一間都有18,000至19,000左右。點解會做得到呢個數呢？因為香港醫院嘅護理人員同內地好唔同，第一係12小時輪班制，唔係24小時貼身；第二有額外嘅護理津貼，大概可能1000至3000蚊不等，所以加埋自然都會過到2萬蚊呢個數。但係我要講清楚一樣嘢，人手真係好緊，工作量都唔細。內地一個護工可能淨係照顧2-3個病人，喺香港嘅醫院好多時候都係照顧一批人，雙位數以上嘅病人。所以你想攞高人工，你嘅付出一定唔會少。仲有一樣好多人都唔知，其實香港揾醫院嘅護理人員唔一定要靠中介，政府嘅官方其實有招聘嘅平台嘅，人工、時數、工作內容全部都寫得清清楚楚。不過講到尾，人工高唔高都唔係重點，你頂唔頂得順，做唔做得專業，會唔會俾人笑病先係關鍵。如果你真係想做護理人員呢一條路，唔係靠估靠搏，一定要事先學清楚，補習好專業嘅做法。如果你哋想學，可以直接揾我啊！學習咗，了解咗情況，睇下自己應唔應付得嚟，先至有資格去揀一啲優質嘅工作。